较细汉吼，阮妈妈拢做苦大，咧舞台顶拢有歹查某去。嘿，我拢徛咧边仔看，我拢会一直骂迄个歹查某，骂甲气气叫。啊骂甲我入去，阮妈妈拢会，你毋好对遐呢，有别种有别种。我就看阮妈妈互骂，互阮欺负，我就足生气，我就倒落骂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咱搁来听猫咪报道。今仔日要来讲的主题安尼啊，咱来的即个角色有4大条，真重要呢，就是小型、苦大、花大、三花。有菜花。吼，迄就较无即个4大条内底啦吼，菜花啦吼，迄菜花，咱较早的形容词拢讲二手生啦，吼，啊若较无重要，就讲三骹生啦。你是这里若无遮个掺入来，嘛袂当一手里。是啊，人讲大招嘛爱细招精啦。你敢若你家己一个人。你唱独角戏嘛无人要看啊！你一定爱有遮个歹人，有遮个忠心、奸臣安尼男做伙，歹查某甲你害，你才会生出凶气嘛。啊，我知影我细汉的时阵吼，阮姐姐吼，伊毋捌做苦炭，伊拢做歹查某。即个歹查某有3八角5档。啊，真侪人吼，毋知影讲即个长，甲即个红辣，即两个有啥物无共款？你讲啊，你讲啊，我讲吼，好，长吼，长的，就是讲你有话毋讲，像歹查某安尼，我知影你伫咧创啥物个，目睭甲你讲一个安尼吼，我拢袂讲，这叫做阴天长，我袂讲。后壁来做互你看。嘿，啊红人就是，敢若有淡薄仔带三八去，有话讲袂清啦，一直甲你落袂煞。你讲，啊你红人啊，莫拄仔讲。嘿啦，你有够红人诶咧，甲你讲安尼，你还佫讲袂顺车，这叫做红人。红人会记哩哦，长甲红人是无共款诶吼。个性完全无共，啊，姐姐歹查某呢，伊是做迄种足厉害的吼，啊，足妖娇，亲像若做杀猪婆，嘛一定通歹查某做，袂用苦动去做呢。因为即个，做袂起来。嘿，杀猪婆因为伊迄个灵肠的中间，伊要吐假影，要吐到迄个回声，伊爱有迄种妖娇的迄种体态来去成迄个回声。这拢是吼，即个歹查某来做，拢花旦。咱古早是讲花旦，无讲歹查某。歹查某是观众咧骂即个歹查某啦。是啦，啊，即个苦旦较无分家安尼啦，吼。像你讲即摆咧讲的讲穿衣啦，嘿，是爱足文的，啊足优雅的安尼。嘿，啊爱水爱洋气。嘿，苦旦就是主要爱唱腔好。声一好，吼，啊，即个面部爱水，红仔头爱好看，爱有质，嘿，爱有质啊。红仔头就是咱即个五官叫做红仔头。搁比咱若要请演员讲，迄个小咪好啊歹，会袂歹哦，红仔头真水，唱了嘛好，嘿，唱了真好。是咧讲我，我是咧嘿，嘿，爱，就是爱安尼。因为较早的即个戏村哦，拢是迄个中后节期，像安安搬家啦吼，李三娘乞水啦吼，啊，这拢是足苦的戏嘛，啊，所以即个叫做苦旦。你若亲像讲即个王宝钏来讲哦，你着爱唱甲呢，会买人的心肝，主要嘛是拢用七字啊来唱甲者，比如讲伊讲十大的大茶，伊就是吼爱唱讲因翁离开啊，白豆味，大
土可春秋18年，报传是相府的王三子。阮为君仔的平贵，情的伴意。这叫做苦我会记我细，阮妈妈拢做苦大，咧舞台顶拢有歹查某去。嘿，我拢跍咧边仔看，我拢会一直骂迄个歹查某，骂甲气气叫。啊骂甲我入去，阮妈妈拢会，伊莫对安尼有别种有别种，我就靠阮妈妈互欺负，我就足生气，我倒落啊。是啊，啊，咱若来讲修行啦，修行嘛有分几啊种修行吼。通流声、嘿，闻声，本身伊就是安尼，斯斯文文吼，也有真有气质吼，会吟诗作对吼，啊唱歌真好听，安尼，迄北来真好，啊唱歌吼会吸引人，会迷人，迄种文声吼。啊，若是即个风流声，你就是爱目尾爱会到，吼，你着爱有迄个潇洒。嘿，像丹砂啦、周文彬啦、董碧华啦，即种叫做风流声。亲像讲风流声，哦，你唱迄个丹砂，迄个风流声，迄个都爱唱甲会安尼，会对走迄种的，会咧怪姑娘啊迄种的。啊，你简单来示范一段迄个丹砂的。我是富家子弟东三兄，为爱是赌性命，为爱无娘啊，啥物嘛拢毋惊，故意去毋教，来弄破啊无行，甘愿卖身落在命。你看，这就无共款的，这就是吼，即个潇洒的修行吼，这就是拢要怪查某唱甲会安尼，要甲你教来安尼。嘿，所以爱有即个声调无共款。有人就是风流声足好，啊有人就文声足好，伊无法度拢总好。我感觉伊是无法度的。有人爱看讲哦，迄个人啊做风流声足好，哦，啊人嘛会讲哦，伊做关大声足好，关大声就是有做官唱蠓炮的啦，迄种拢叫做关大声。有人对迄种的，伊讲话有力，吼，迄个架势安尼出来，派头够。像做一个医生共款啊，你嘛无讲别科你拢真够啊，无是咱若要去挂号，咱会讲心脏科倒一个较好，对无？咱一定会找伊专长。啊，若可比讲戏班来讲，主条伊是较无分较这么死，虽然伊无真好，伊针对倒一个角色较专长，嘛是拢总伊咧做。有时啊戏较重的三回声，嘛是小生咧做，对啊。无一定讲是三回做。啊，无你若亲像讲迄个。即个周阿师啊，伫咧，迄著较细咯，周阿师著较三回声啦，吼，用口条啊要来怪即个娇娘，一段你来示范一下。人当人啦哩啦人当，人当人啦哩啦人。我是啊靠兄，答。用目飞到伊家，这叫做罗马扣，这较壳条啊，佫无共啊，一种扣。啊，三花嘛真重要，三花即个角色吼是甘草人物吼。迄个较早内台的三花吼，嘛是家己捧啊，伊想要讲啥伊就讲啥啊。对啊。啊，你爱讲的国语，啊讲会用讲出来爱用唱。我爱个人爱有一寡词啦，像怪查某啦，伊咧讲，
你一定要讲，你若嫁我就袂歹了，大箍金贵袂输鞋仔胶。你若来阮兜，我13嫁锁匙，互你真够，互你穿柔穿短，穿甲欢喜甲甘愿。要穿着绫罗芳丝，要食着3500味，早早困，晚晚起，面淌水，耳尾断，查某敢若路边，不是金带你的身躯边。啊，你若规世人拢爱洗手面，迄手骨拢袂去绑着水。啊，这就是三花的事。等于靠我办。嘿，这就是用裤仔板来念吼，啊，就是吼，你爱有即款有笑花安尼来讲，吼，这嘛是拢老前辈呢一直传落来吼。我5、6岁听这听甲安尼，拢记伫头壳内，即马拢会安尼会暗念啊啦。咱今仔日就是来介绍这戏剧的即个角色，吼，互大家了解。后礼拜继续来听。